成日聽人講移民澳洲好難啊，咩都要讀書，拎6分 IELTS， 仲要揾公司請你。咁如果你40幾歲唔想讀書，又揾唔到僱主擔保，英文又未有6分，仲可唔可以移民去澳洲？其實真係有方法。大家好，我係 Ken， 今日我同大家分享2個真實案例，阿豪同阿欣，2個來自香港完全唔同背景嘅人，最近都拎到澳洲永居身份，仲要人喺香港都未走就已經直接拎 PR， 唔使技術移民計分，唔使靠讀書或者僱主擔保再行 Hong Kong Stream， 靠嘅係證明到自己係創新領域嘅人才或創業專才。案例1，阿豪今年44歲，做咗10幾年 IT， 但係冇大公司背景，冇讀過海外名校，英文都一般般。移民佢一直覺得唔係屬於自己嘅夢，佢唔想再每日 OT 到11點，唔想仔女成長喺一個壓迫嘅環境。但睇嚟睇去，移民選項一般都要考高分 IELTS， 技術移民又有45歲年齡限制，又或者要揾到工先揾到僱主擔保，對佢嚟講幾乎係 Mission Impossible。有一日，佢喺 Facebook 睇到澳洲嘅新簽證 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NIV 嘅廣告，唔係傳統嗰種高門檻技術移民，反而係鼓勵創新創業或者科技相關背景人士嘗試。阿豪以前試過自己做過個小 app， 唔算乜大事業，但至少係佢用心做過嘅嘢。經專業移民顧問建議，佢將 App 應用喺澳洲紅酒業，再包裝成一份創業計劃書，用咗大約10個月，佢成功申請到 NIV， 一步到位攞到澳洲 PR， 唔需要幾百萬投資，唔使請10個人，甚至英文都唔需要 IELTS 6分。喺專業顧問嘅輔導之下，將不可能變成可能。案例2，阿欣冇創業經驗，冇科技背景，但佢係一位資深影像創作人。過去5年入過國際影展，攞過國際獎項，參與唔少創意項目。佢嘗試以自己喺創意領域嘅貢獻，走創意人才路線去申請 NIV， 唔靠公司擔保，唔靠投資金額，而係靠 portfolio 同實力。佢提交咗 portfolio 得獎記錄同埋行內推薦，獲得州政府提名。NIV 州政府提名創意類簽證，接受創意領域包括設計、影像、媒體、數碼藝術、動畫、遊戲設計等領域，有國際項目經驗或者獎項更加有利。National Innovation Visa 包含多個類別，科研人員、行業傑出人才、創業者、創意人才、專業投資者皆可申請，年齡上限一般為55歲，可申請豁免，英文要求因類別可靈活處理，要有合資格提名人。移民唔一定要讀書，唔一定要攞高分，你嘅實力、創意、經驗已經係你嘅入場券，但呢條路唔係每個人都啱，要睇你嘅背景、領域、策略，最好揾有經驗嘅移民顧問幫你部署。如果大家仲有咩移民相關嘅問題，或者都想知自己有冇機會行呢條路，記得留言或者 inbox 我哋會幫你睇下有冇最適合你嘅方案。我係 Ken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